再来看乌克兰发生重大的军事采购的备案，有国会议员、地方的官员甲国民警卫队的成员接收3成的口鼻箱，已经掠到4个人了。另外，美国总统5月要求印度莫阁向罗西亚买石油，也毋过美国是指控讲印度嘛是阁继续在向罗西亚买石油，这等于是帮助罗西亚拍乌克兰。乌克兰反贪腐机构表示，发现一项重大贪腐案，案件牵涉用警员介绍买军用无人机甲电子干扰系统，针对上有现今国会议员、地方官员甲国民警卫队成员，就合约金额30%的孔明箱。FPV абсолютно аморальні. Має бути повна та справедлива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за це. 这案件爆出来时机点特别敏感，因为乌克兰国会伫案发前2日通过立法，开放2大反贪机构，也就是国家属贪局甲属贪专职检察署的独立调查权限。原因是因为总统泽连斯基进前因为清除罗西亚影响推动一项法案，将2个机构放伫个总检察长控制之下。不过被认为是反贪倒退路，引起国内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伫压力之下撤回原案，最后伫国会通过。目前2个议员一直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想要调解，伊的副部长米勒指控印度买罗西亚石油就是资助罗西亚对乌克兰的战争。People will be shocked to learn that India is basically tied with China in purchasing Russian oil. That's an astonishing fact. India portrays itself as being one of our closest friends in the world, but they don't accept our products. 米勒指出，川普政府甲印度关系一直真好，不过若印度继续支持罗西亚，美方只好采取更加强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